肥佬足球世界今日繼續咧世冠杯嘅分析啊，咁啊今日講邊場咧就講皇馬啦。皇馬咧就同呢個薩斯蒙牛呢場波咧就將會係生死之戰喎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兩隊呢暫時4分啦，就皇馬以得失球咧壓住對手。咁但係咧呢場波咧唔代表皇馬就我覺得心球手咧和波出線嗰種咧，因為咧第3位嘅艾希拉咧暫時2分，只要佢哋最尾一場一贏。柏丘卡就可以第一就出線啦，第二就可能甚至攞首名出線都未定。咁啊，再加上皇馬咧嘅風格咧，我相信沙比朗素咧不嬲都唔係嗰種一心球手啊，和嗰個出線嗰種領隊嚟㗎啦。再者啦，皇馬咧整體實力喺對手之上啊。咁啊，皇馬雖然今場波繼續有麥巴比啊、卡馬雲加、文迪啊等等呢啲球員缺陣啦，但係整體實力唔需要懷疑。薩斯蒙牛咧就實力真係有限嘅，咁啊大家都知佢哋不嬲都係 selling club 嚟㗎啦，即係都係賣球員為主㗎啦。咁所以佢哋今時今日咧就靠前面一絲前鋒啦，安尼斯和33歲㗎啦，咁啊孭飛喎，咁啊但係老實講佢嘅而家今時今日嘅活力啊、能力啊都差過喺當打喺德甲嘅時代㗎啦。再者近年咧，我覺得咧即係薩斯蒙牛嗰種感覺就係因為賣人太多啦，主力流失啦，真係甩皮甩骨㗎有啲，咁啊要等另外一批球員上嚟㗎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話實力上咧嗰方面咧，賽前打咧，我就真係有啲懷疑。再加上今年年初咧，歐冠分組賽曾經1比5大敗俾皇馬㗎。咁但係究竟我最終係點睇咧？啊，只要你落一落評論區或者去個 profile 就可以知道㗎啦。咁啊，所以咧繼續黐住肥叔足球世界，每日咧都有分析啊，或者一啲精美嘅視頻或者一啲嘢分享啊，所以真係要黐實啦。